處施工圖模塊的主要功能為讀取上部結構計算軟件營建科香港版本的計算結果，完成鋼筋混凝土柱的配筋設計與施工圖繪製。具體功能包括連續柱的生成、鋼筋標準層歸並、自動配筋、柱鋼筋的修改與查詢、施工圖的繪製與修改等。進入處施工圖模塊，首先看到的是通用編輯菜單。通用編輯包括基本設置、標注軸線、標注尺寸和插入。同量施工圖一樣，用戶可以在出圖前到這裡修改各種圖數所在的圖層和文字樣式等內容，補充軸線、構建尺寸、圖框、層高表等。參數設置菜單提供了繪圖參數、柱名稱前綴、柱選根參數、畫法設置和高級參數等5大類。繪圖參數主要用於設置繪圖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如圖紙類型、比例、字高、鋼筋符號、文字或間距的標注位置和距離等。其中，鋼筋符號默認值為香港規範符號，此時使用規範中規定的符號來表示鋼筋等級。如果選擇英文字母，則程序使用 W 或 Y 英文字母表示鋼筋等級。柱名稱前綴可以設置各種類型柱，編號時的前綴名稱和編號規則等。柱選根參數用於控制程序自動選根的流程，可供用戶交互設置選根歸並方式、歸並係數、鋼筋放大係數、選根庫、選根計算面積精度、容差等等。其中分層歸並選根勾選後，柱將按所在鋼筋層進行歸並命名。上下樓層同一位置柱的柱跨可能名稱不同，但同一鋼筋層內的全部柱子編號將是連續的。不勾選則按全樓歸並方式進行歸並命名。上下樓層同一位置的柱跨名稱相同。畫法設置用於選擇處施工圖是平面列表注寫方式，或是平面截面注寫方式。對於平面列表注寫方式，又分為平發注表、截面長表和截面集中注寫3種方式。以下是3種方式的繪圖效果：平發列表方式、截面長表方式、截面集中注寫方式。高級參數用於控制柱表截面表格高寬自動更新。第一次進入處施工圖時會彈出對話卡，要求用戶調整和確認鋼筋標準層的定義。這裡採用程序默認生成的鋼筋標準層繪圖。繪新圖菜單下有多個選項，點擊重新全樓歸並選根。對於新建的模型，上部結構計算完成之後，首次進入施工圖設計軟件時，執行該命令，即可完成對全部樓層柱的歸並選根和首次繪圖。修改了結構模型鋼筋層或者參數後，應點取本菜單。程序重新對全樓所有柱進行歸並選根和施工圖繪製。軟件默認按照柱的截面注寫方式畫圖。截面注寫方式就是對歸並後配筋相同的柱，軟件只對其中一個柱截面的配筋放大，詳細畫出，而平面圖上其他的柱只標注柱名稱。生成的圖紙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也可以通過畫法切換來更改處施工圖的表達方法。點擊二維牆圖下的立面圖，根據左下角的命令欄的提示，在平面上選擇需要繪製立面圖的柱，點擊鼠標右鍵結束選擇。在彈出的對話框中，設置繪圖參數、構造參數，並點擊確定後，程序就可以把柱的立面長圖、剖面圖繪製出來。點擊鋼筋統計菜單，即可全統計柱的鋼筋用量，或者通過指定柱來統計單根柱或者多根柱的鋼筋用量。程序對統計結果提供文本結果和 Excel 結果兩種方式。生成的統計文件存放在該工程目錄下的施工圖文件夾中。以上就是採用營建科香港版本繪製處施工圖的基本操作流程了。